这个国民党继续咧宣传反罢免，朱立伦今仔日到新北市的邦桥，甲立委叶元之来相听。台北市议员詹委员是讲出着伊的担心，讲这个党中央一方面主张反罢免，但是同时搁咧罢免着民进党的立委，这恐惊会造成支持者的混乱。朱立伦是来话讲，台湾无需要罢来罢去，伊是呼吁着赖清德主席甲民进党的朋友及时回头。 在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虔诚拜拜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回收本命区，前往新北邦桥保健福德宫，全力相挺第罢免以及警戒区叶元之。严格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也烦恼，党中央反制罢免，同时佮宣传罢免民进党的立委，恐惊会造成支持者混乱。 台湾不需要这样罢来罢去，所以我们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希望反恶霸，不希望要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一再的呼吁包括赖清德主席以及民进党的朋友，能够悬崖勒马。朱立伦诉求社会和谐，严格党内有见到拿发起人赵少康，随11个上北的南亚立委讨论区域联防。 而且，佮建立无聊沟通管道，未主将反罢免的主导权规划放弃。另外一边，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提出着4项政治承诺，透早也搁在宣布要佮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。我们的确处于存亡之际，救党、救国。 就两岸，所有都会按照党章跟这个选举办法来进行一切都会遵照相关的规范。低调表示讲，一切遵照党内的办法处理。南洋的党内，大家拢要小心挑战党主席，朱立伦限制进步部提不落的困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